今天的单词是衰，它首先就是用作形容詞，就指人的性格或品質的負面特質。我記得啦，有個心理學家話咧，最吸引女人嘅就係嗰啲衰男人啊！耶，其實佢都唔係咁衰嘅咋。我唔收你嘅錢嘅喎。哇，大佬，你唔收錢就我收啊，仲衰過馬桶。第二個呢，就是指狀態變壞。你個做軍，逢年尾喺下邊揾着數，人哋俾唔夠你，你就上嚟唱衰人嘅係嘛？插佢！吹雞同大啲咁多拉楞，O 記好容易做嘢，大啲衰硬。我為咗同你翻案，家連自己都衰埋。第三個呢，用嚟指導致負面結果的原因或者責任的來源。你知唔知自己衰乜嘢？邊個又唔當啊？我又唔當。懷疑啦，咁多個唔追硬係追住我，方我唔係又衰靚仔咩？哎呀！最衰我撈個尾嘢，如果唔係我都出嚟選啊！列100幾十，做咗辦事人幾抵啊！第四個是文言文的用法，指的是雖然。我同幾位娘子雖有夫妻之名，只可惜同床異夢。第五個呢，也用作名詞，指需求，但也是文言文的用法，擁有固定的結構。咁啊，梗係要遇到一個半個，咁睇下邊個唔好彩黐埋我樹咯喎，咁啊有用又好，冇用又好，以備不時之需。